先咧讲，咱读圣经一定有真侪无熟悉的所在，因为圣经距离咱上近的年代上少有1800年的时间，所以读圣经一定爱有一寡基本的认法甲方法，这个是真要紧哦。咱若是真侪人咧读圣经拢有这个毛病，就是唔知要对对开始读，所以我细汉的时嘛，定定安尼酒蛇搁兼血满，对正月初开始，我要读圣经，所以对倒位开始读，创世纪第1章就开始读。但是读到第5章就读袂啥个话，因为第5章就讲，这个人几岁娶某，生什么人，搁再活800几岁，讲加某遐久，即摆就开始想，迄个800几岁，敢是咱台湾人伫算的年岁，就感觉真奇怪，无就是安怎，就是读到第9、第10章就读袂行，因为第10章族谱真侪，11章搁再族谱。迄个苗读咧到地定定加标志，无就是讲遐卖较好啦，拄搭跳过去。但是咱得爱知影，圣经内底族谱是非常要紧。若是有机会，我会当甲大家搁三角分享，这个摩西五经的圣经到底这个族谱的背景是安怎来？到底这族谱是咧甲咱讲什么意义？这若是有机会，咱会当来讲这物件。读圣经一定有方法，读圣经嘛有禁忌啦吼。这个禁忌的头一项就讲想到才要读，什么时阵想到要读？今仔日通红晒冤家，我无来找看第一载圣经载。读较会甲写一张批互伊看了心感动，倒转来甲我回信咧。我甲你讲，你一定找无这个圣经在，因为圣经的内面特别经营上少写3遍，讲哦，甘愿大壁甲边嘛，无爱甲一个细细念的查某人困做伙。读圣经的上惊是即种，讲我即摆股票顶。亲像在闹屎，无较紧来现看第一载的圣经，现了读落股票，拄开始闭结，拢袂漏，搁会当哪吞哪管，哪吞哪管。咱的圣经毋是安尼在读，读圣经上惊就惊即个是将圣经看作是什么百科全书。咱的圣经毋是百科全书，即个是头一个。爱记住，圣经毋是要解决咱伫世间拄着的问题，咱的圣经是一本生命之书，因为是生命之书，伊毋是在甲咱讲科学这个物件，伊是在讲一个民族，这个意识的民族，这种的生命的经历，因安怎在告白，因这个民族。几若面临足的危机，上帝手怎样在因带保守？所以咱将这个搁甲伊传授，甲伊转导倒来伫咱的心上，伫我的生命路径的中间，咧面临死亡的时，上帝手怎样在因带领保守？这才是圣经。之所以真侪圣经会当跨过地理时间的界限，一个上重要的原因。读圣经要搁有一个真大的禁忌，为着什么目的来伫读？我即摆是要来创啥？得来找一句圣经的话，满我家己的心意。有一边一个负责人来找我，甲我讲罗牧师，即摆大家拢叫我出来选立法委员，我讲你选的要死。伊讲大家拢讲我出来选会对，真歹势，我讲话拢会较粗鲁。你知影台湾人若要害死一个人，会鼓舞这个人去做两件代志，头一项就是叫伊去做出版。你知影我即摆在印册拢会送，你看世间无人像我遐多对，册就搁对台湾寄来美国送，
其实我捌办过出版的工作，阮有几个好兄弟哦，安尼头壳推乱乱，安聊咧，好出版迄个杂志叫做《方向》，教人安怎读圣经啊，圣经写啥满格啦，但无三档咧，了解晓吞口罩，袂肯定挡袂牢。其实伫方向进前，阮哋已经出一本刊物，叫做《圣经甲历史》，圣经是咧圣经甲神学。这是阮咧带一群大专的学生读圣经的时阵落出的刊物，嘛是到落尾拢无疾而终。台湾人无爱读册，所以伫台湾做出版哦是真艰苦的代志哦。但是，佮另外一方面，要害死一个人，就是讲叫伊出来选民意代表。啊，要鼓励伊出来选民意代表，讲的话拢真好听，你知？嘉义市全台湾头一支200纪念碑，我是参与有份的。啊，因为去纪念碑哦，迄支纪念碑我都真做风云人物哦。我头先在甲恁讲，1989年南部拢伫嘉义市，迄边就是我带规个，世界行世界说。花考核啊，到伫火车头前，迄阵就一般几啊万人伫迄个所在，所以迄边的运动了后，啊纪念碑起来，碰啊就来找我找3遍，又碰啊，你知即个人哦，啊食饭啊，鼓舞老师，你得出来选嘉义市长吼，啊你得幕会嘉义西门教会啦，这140、160。咱嘉义市民14万，你会当安尼想象，若讲你是出来牧养14万人，安尼毋知偌好。我一听讲，心拢一定了解，你知吼？啊，有迄个许家班的来加持吼，给包掉的。阮无顺有解鼓吹来讲，你做你去选，啊，你100万互我，互离家出走。所以我就爱去明明是要爱某，还是要做市长的吼？啊，若做市长，啊，某离家出走，确定换一个小三来卡位啊吼！啊，到底这是要安怎样啊？得去思考这啊，1遍、2遍、3遍，心有来了呢？啊，我2个囡仔就去投票表决呢，讲是要站在妈妈这边，站在爸爸这边安尼。啊，这个姊妹来找我，讲卖出来选，伊讲毋过大家拢讲我哋应该爱出来啊。会长，我讲你若钱伤济起来互我，我会晓甲你斗用啊吼，啊佮用甲互你种成就感。伊讲伊要佮等于受苦，爱得等于几日后，伊佮来，牧师我有经过祈祷吼，祈祷了的结果，上帝有甲我讲话，或者若讲上帝甲人讲话，大家拢无话讲啊吼。伊讲上帝有甲我讲我出来选一定对。我讲上帝安怎甲你讲？伊讲我今仔日就起来啊，就祈祷了，我就圣经向我开手搭比落，还到比着以赛亚第6章第80掀起来看下来。以赛亚书第6章第80，